講起安史之亂嘅主角安祿山，你腦海裏邊係咪諗起一個威風凜凜嘅將軍呢？錯晒啦！歷史記載佢根本係一座會移動嘅玉山。根據《舊唐書》記載，安祿山身高唔算高，但體重咧達330幾磅，肚腩咧大到可以垂落嚟，過晒膝頭哥。佢肥到咩地步呢？每日着衫都有2-3個宮女用條帶夾手夾腳幫佢抬一個大肚腩，先可以咧緊緊扣到條腰帶。最離奇嘅，佢咁肥，居然可以咧成為一個大唐武王，喺原裝嘅楊貴妃面前跳當時最流行嘅胡旋舞，轉得快過爆旋陀螺，係一個真正離譜嘅肥仔。不過呢個330磅嘅超級門霸，亦都因為太肥引起殺身之禍。佢晚年因為太肥引起糖尿病失明，搞到脾氣暴躁，日日都打人。最尾俾自己個仔安慶順同貼身侍從李珠兒趁佢瞓覺嘅時候一刀捅入佢個大肚腩，連腸都流埋出嚟。想知更多歷史趣聞，關注我基本上 channel，可以 PM 我，帶你繼續睇歷史嘅秘聞。